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黎巴嫩又搁发生对讲机爆炸案件，因若新爆炸 BB 扣传出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检方嘛启动调查。中国又搁宣布9月25开始要停止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进口的措施，佮点名讲就是因为赖清德当局坚持台独害的。那澳洲甲荷兰表态支持台湾，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嘛头一间表态，讲中国利用2758号决议来打压台湾的地位。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黎巴嫩发生真主党的成员伫咧使用 BB 扣的时，熊做伙爆炸，造成12个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了后又搁爆出因咧用的对讲机嘛发生集体爆炸，至少有造成20个人死亡，450个人受伤。伫咧黎巴嫩南部一位真主党成员的告别式突然间发生爆炸。甲前一天 BB 扣最近爆炸的情形同款，不过这边换做是对讲机，也是同一个时间伫南部真侪所在爆炸。看这栋建筑物爆炸，威力真大。伫咧一间大病院的停车场，发现一寡无爆炸的装置，所靠其他的所在引爆。这也是真主党甲以色列最近1年来的战争，黎巴嫩死亡人数上最一天，情势愈来愈紧张。 This time apparently targeting walkie-talkies belonging to members of Hezbollah across Lebanon. The explosions were first held at funerals for members of the powerful group who died Tuesday after hundreds of pagers exploded. The incident also comes a day before Hezbollah leader Hassan Nasrallah is scheduled to speak about the last wave of explosions as tensions continue to boil. 英国 BBC 引用消息人士的讲法，以色列军队一个师已经自加沙移防到北部甲黎巴嫩相接的范围地区。以色列国防部讲，会将加沙战争的重心锁来对付真主党。 אני מעריך שאנחנו בפתיחה של תקופה חדשה. 对讲机爆炸迄当阵，黎巴嫩抑阁正混乱、正愤怒。前一天的 BB 扣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增加，死者抑阁包括囡仔。美国表示，连续2天通信装置爆炸的案件，美国拢无干涉，警告唔通互中东的局势阁升悬。 We still don't want to see an escalation of any kind.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 way to solve where we're at in this crisis is by additional military operations. 消息来源讲 ，BB 扣爆炸案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锁定真主党的行动，因为以色列官员是无对爆炸事件做评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黎巴嫩发生爆炸案，这个 BB 扣传出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口称讲是赶紧出来赔货，讲伊敢若授权予匈牙利的厂商 BAC 来打牌，毋是台湾制造的。咱的外交部嘛讲，咱台湾并无直接出口这款 BB 扣去到黎巴嫩。不过检方是认定这牵涉到咱国安的问题，所以有主动分案调查。今仔日嘛有约谈口称讲。 检警伫19早起到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因为黎巴嫩传出 BB 扣集体爆炸，造成上千人死亡，震惊国际。外国媒体第一时间报道，讲这款 BB 扣是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柯清光否认，强调是授权予匈牙利厂商 BAC， 也就是大百货。不过，私人地检署认定是国安问题，已经主动分案调查。19早起约谈柯清光到案说明。 台湾并没有直接出口该款呼叫器到黎巴嫩，且该款呼叫器内结构包括通讯接收天线、微处理器晶片、通讯解码器、主机板、显示器以及一颗3号干式碱性电池，并不具备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外交部回应讲，经阿波罗自2022年到2024年8月，出口26万套的 BB 扣，主要是出口到欧美国家。 并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BB 扣的内部结果是无有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国际之间也正重视。金融时报报道 ，BB 扣伫咧欧洲或者是中东组装，也毋过有可能使用台湾或者是中国的零件。我想中共当然会借此机会在中东地区来去见缝插针，来挑拨台湾跟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些大宗的商品不能够全部都把它归咎于一个国家。
来去支持或者是反对另外一个国家。那这些通用商品本身就存在于市场，我们必须要求政府部门也应该要对世界说明清楚，中华民国绝对不支持任何的暴力攻击。台湾更入去黎巴嫩爆炸案，就惊讲互台湾变做中东战火的焦点。国安团队进一步追查发现，代志发生了，伫社群平台有真侪大文，想要甲台湾甲爆炸案做连结。因那发文的 IP 是来自境外，怀疑背后是中共伫咧进行认知作战。加害者是谁？应该倒不至于导引到台湾这边来，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技术跟器材，而且并不是列为原来出口管制，并不是违法出口的。李伟认为，网络谣言是不应该相信，才会及时向国际澄清，也要加强治安规范。学者分析，自地区的层面来看，台湾甲黎巴嫩中东相对是无伤过大的连结性，应该袂变做被点名的报复对象。这么上重要的代志是，找出涉人甲 BB 扣改做炸弹。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发生部落族人食有掺鹿梨撞了后，12个人中毒送医，有3个人死亡，因那几个人是转入大院。不过好消息是，这个患者状况拢陆续恢复稳定啊。因那根据卫福部的检验，伫咧掺鹿梨撞内底是验到有毒的农药有机磷质托氟松，不过剩的食材在鹿梨血洞叶内底是拢无验出来。食药署甲当地卫生局派几多位毒物专家登到现场再度采样，台东的金峰乡并无暴露，传出敢若是集体食物中毒。19早起再一遍动员，要加紧调查，查清楚代志原因。假真假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山上不可能随便乱查。规件案件造成3个人死亡，12个人送病院，第10倍已经有几多人出院。经过病继续的救治，即马有好消息。年纪上细汉7岁查甫囡仔，即马已经让活动叮当。那另外有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7岁的田姓小男孩。那目前情形是意识清醒，然后也没有使用氧气在做进一步治疗。病院讲，这个查甫囡仔意识正清楚，目前伫咧病院观察，估计搁在几天就让出院。不过，抑个其他病人同情伫咧家护病房救治，这件代志甲这个阿伯胎压胀是毋是有关系？是毋是产雷所引起的？卫福部19日公布初步调查的上新进度。瓜牛小米粽这个食鱼的检体里面，确认到有机磷托氟松，急性期的症状大概是5到30分钟内会出现。卫生局送样的检体经过卫福部检验，其中伫咧产雷胎压胀内面验出有机磷质托氟松是正毒的农药，而中毒的症状有人会昏迷、会吐。急性的症状上底5分钟就会出现。官方也表示，伫咧产雷加血洞叶内面的检体是无验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一对翁仔某将因2个月大的囡仔交予年母来照顾，不过说接到这个年母讲囡仔予痰砸到袂喘气，第一时间无赶紧叫救护车时联络这对翁仔某，甲囡仔送病院。这对翁仔某就指控这年母牵着送医治疗，害囡仔面临脑死，嘛准备要赔讲，但也已经告这个年母重伤害。翁仔某2个人准备到家病房去看囡仔，因为拄仔面临上歹选择的时刻，因为因拄仔满4个月大的囡仔摕伫病床顶面，全身拢插讲，是面临脑死，状况非常无乐观。第一个时间点就无敲叫救护车，你若第一个时间点敲叫救护车，就无定袂长久遐尔啊坐解安尼，拢也袂听到叫爸爸妈妈的，就差不多要赔讲啊。救起来已经比那个植物人还要严重了啊。但是翁仔某2个人原本住伫家己，因为工作的关系，8月初将2个月大的囡仔委托予熟识保镖来照顾。但是这个月4号，妈妈要去接囡仔的时阵，保镖是向通知囡仔气有痰隔着喘袂过去。妈妈当下请保镖马上叫救护车，但无想到保镖竟然讲伊的手机是无法度敲电话，爱妈妈家己联络救护车。我觉得他一个保姆，然后你有受过专业训练，你又是有牌的，你这点紧急措施你都没办法做，一点基本的反应能力都没有，然后我的孩子就这样就没了。
实际到报表因兜厝内面是无人，但是因兜起用人破红擦。李囡仔急救开刀了后，虽然是恢复心跳，但是煞是面临脑死的状况。高雄嘛有计20号下晡来办公。案发后，社会局已立即要求该托育人员暂停受托，第一时间主动通报警政及地检介入调查，并会同居家托育中心至该托育人员家中联合的稽查。目前消委局是要求即马保镖暂停新的收托，并且转托原本收托的另外一名幼儿。而家长嘛已经提告保镖重伤害，后续消委局嘛协助追踪案件的司法进度。记者郑混台报道。经发生的弊案继续咧调查，针对着台北市议员柯淑华这期，经发生的这个协议书是先等因啊，才利用各项问题、各项规定嘛，拢写甲正零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会配合检方来查明事实。因啊，台北市议会经发生案调查小组嘛，按算会伫咧今仔日做出结论的报告。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涉嫌经花城案互羁押，检方已经3度提讯，不过经花城的证据直直白。台北市议员柯淑华搁再提出质疑，协议书详细规定时限、回归、拢尽令，民代阁发现有稳准性起了才行合约的情形。已经把容积奖励全部都拿了，也都盖完了，然后你事后再来履约。这不是放水吗？如果不履约就没收保证金，我已经赚了200多亿，没收这一点保证金也不算什么。金华城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阶段，我们会配合检方的侦办，那也希望尽快的厘清事实，还原真相。针对金华城拥挤案，台北市议会组成跨党派专案小组调查，早到按算做出结论来报告。随后无排除要求市府研究司法起诉判决了后的相关应用。蒋万安也表示，起诉经过法院判决确定了后，就依法停工。我个人也会建议，就是市府必须要开始成立这个专案小组，尤其是法律层面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以及市府要应对的这个处理啊。我们做的是调查报告，那市府应该要开始做检讨报告。金华城案调查小组调集人尤淑桂表示，制度永远比检讨人较重要。调查报告并不是要针对个人，是希望随后的制度完善，而且法制化，也提供市府制度上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则打宣布要恢复进口台湾的文旦，佮开放因福建的民众来金门、马祖旅游。不过18线又佮讲9月25开始要停止咱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进口的措施。而且佮点名讲，这就是因为赖清德当局在坚持台独立场害的。有学者的分析讲，中国利用经贸甲社会的资源操作，针对性的缩限佮开放，目的就是来统战。9月初，中国才宣布台湾的文旦会使进口。18暗时，中国财政部说讲，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产品出口有轻视的限制，点名赖政府上台以来，拢坚持台独的立场，相关两方敌意对抗，阻碍两方的交流合作。25开始停止执行对于台湾包含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收进口关税。民进党政府如果不调整两岸政策，不建立一个有效而且互信的沟通管道的话，这样的状况可能会加剧这个跳脱意识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袱理性务实，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件事情。这几年民主进步党执政中国对两岸关系企图要台湾跪下来，不就范的话，他就是会从两岸的一个经贸来下手陆委会表达遗憾，讲中国做一寡伤害两方拢虚名利益，对两方关系长远的发展无帮助。佮强调，事实证明中国善意拢是有政治的目的，会当随时促销。政府表达强烈的不满与抗议。那么，面对这些持续性的经济胁迫手段，政府早有掌握与因应，而中国偏偏认定我国的贸易措施构成了贸易壁垒，并采取报复措施，这其实已经违反了 WTO 的规范了。学者分析，中国最近拢是先大范围限缩，再佫局部开放，想要达到统战的目的，用经贸甲社会资源伫操作，像讲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佚佗，和台湾的文旦才会使输入，拢是针对性释出善意。中国在利用经济或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源来进行对台湾的这种精准的这种统战。
战或者是威吓的更港操作。学者认为，北京当局是有计划对台湾施加压力，并是敢若因为台湾政治高层讲什么，也是调整政策，建议政府爱谨慎应对，嘛呼吁民众唔通落入统战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针对咱的34种农产品取消进口零关税的这个措施，农业部表示，咱的农产品原底上侪有3成销去到中国，去年是已经降到敢若剩1成外。这34种农产品，若依照去年销去中国的量来算，关税大约是107万的美金，认为这影响无算大。真侪农产品的业者嘛表示，影响有较小。中秋进前，中国宣布恢复文旦进口。中秋过后，阁取消农产品免扣关税优惠。这几年来，中国对台湾的农产品是话禁就禁，讲开放就开放。今麦阁甲免扣关税优惠收回去，有袂少做贸易业者早就知影风险，唔敢甲鸡卵放伫同一个篮仔内底。以水产业来讲，正经紧白带鱼，后来恢复销去中国公司数量都无济，所以取消免扣关税，这影响嘛较小。其实受影响不会很大，我们也不可能全部去把市场都放在他那身上。嘿，中国伫2005年针对15种台湾果子实施免扣关税，2007年阁加入11种菜色甲8种水产品。不过今年中秋过，中国宣布自5开始要取消这个优惠。有蚵仔外销香港合作社表示，应该加减有影响，不过量嘛无介济，因为含外销比起来，颠倒咱台湾买中国蚵仔是占较济。台湾的芋头需求大过于供求啦。目前我们台湾大部分也是都会从大陆再做进口进来台湾啦。农业部表示，农产品外销中国的产值为上悬超过30%，去年已经降到10%左右。2013年销去中国的农产品差不多是5亿美金，这34种菜色水产品的产值差不多是736万美金，若要扣关税差不多是107万美金，这个伫咧控制范围内底。整体来评估来讲，它的影响有限，那风险是在可控管的范围之内。我们会持续的协助我们的农产品推往中国以外的优质的高端市场，来提升我们优质农产品的一个海外知名度。中国话要取消关税优惠已经讲真久啊。农业部表示，中国实施食品注册制度，影响台湾业者注册，实际上对台湾已经单方面采取非关税贸易障碍措施，佮加上销去中国运销成本悬，通关的时间长，加达税嘛扣真重，佮要面对中国国内真侪假货变俗价竞争，所以国内业者早就咧拓展中国以外市场。记者林静梅、平遥组台北报道。联合国大会伫咧初10开议，那澳洲甲荷兰的议会表态支持台湾。美国的副国务卿坎贝尔伫咧参加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区域强权竞争听证会时，嘛头一摆来表明中国利用275号决议来打压咱台湾的地位。联合国大会初10开始开议，进前荷兰国会通过动议，拒绝中国错改年代第2500号决议，压缩台湾的国际参与了后，荷兰主要媒体《电信报》刊出咱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文章，呼吁荷兰各界爱关心中共对台海的威胁，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嘛头一摆公开表示，中国以2500号决议做根据，损害台湾的地位。While it does address Chiang Kai-shek, it's silent on Taiwan's status. Yeah, exactly. And it is a tool that China has used in its diplomacy to make the argument that somehow Taiwan's status is illegitimate. 这是美国行政部门对年代第2500号决议最新的表态。澳洲议会嘛拢通过挺台动议，强调年代2500号决议无牵涉到台湾。不过国会20开议，民进党立委发起2500号决议无牵涉到台湾主权的提案，呼吁朝野共同联署支持，并伫朝野协商提出临时动议。不过无得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南北党团的处理。我们内部是时常吵吵闹闹，但是我们对外感情都是非常温暖的。巴拉圭跟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是1957年，正好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所以现在算起来是67年。两国的情谊呢，可以说是历久弥新，而且坚固无比。Mucho se habla en la actualidad de estar en el lado correcto de la historia. El Paraguay sostiene que se halla en el lado correcto de la historia, pues
al compartir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los mismos ideales de justicia, libertad y Estado de Derecho, sostenemos que estamos en el lado correcto de la historia al defender la democracia de Taiwán, porque así defendemos la democracia de todo el mundo. 韩国如接见咱南美洲友邦巴拉圭驻台大使费卡洛，巴国大使是讲，台巴共享民主价值观，67年来交情真稳定，会持续伫国际场合为台湾战声。记者综合报道。昨家己中部有2个高中生放学了后，烧焦去溪边耍水，其中一个煞无张持跋落去水里，另外一个是赶紧去通报，不过一直到今仔日中昼，搜救人员是拢也未找到人。9月19透早6点，空袭机顺赤兰溪大范围咧超找，水面上是有消防人员坐橡泥船沿水隙咧找人，也佫有穿装备的救援人员插入去水底，家属是找来高中生的物件来到岸边大声甲叫。了解是国中生到这个赤兰溪的水域来做一个戏水，那溺水的民众是不谙水性的，那可能在这个石头落脚中这边滑落之后就没有上来。嘉义县中部乡赤兰溪9月10日下晡有2个高中生放学了后烧焦去耍水，其中一个较唔知水性的全失踪，朋友赶紧报警察，警消人员第一时间就来超找，也毋过到迄天暗时也是找无人，因为天色愈来愈暗，溪水搁涨悬，所以困难度变悬。家属同意19早起搁再来搜救。今天早上也到这个水域来再次的。会同家属及相关搜救人员进行包括水下的救生人员，包括无人机搭配的方式来进行沿岸的搜索嘉义县消防局表示，早起派19人次消防人员，佮加上橡泥船甲空袭机来找人，一直到19个中昼一刻进前也未找到人，也提醒赤兰溪是属于危险的水域。虽然讲好天看起来水面真平静，也毋过最近山区定定有西北雨，大量的水流去水尾，可能会造成水位涨悬，是真危险，所以民众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那个北地生命园区附近的滨高岛，昨常常发生火车去弄到乌多摆的事故，这个骑车的民众是不幸当场死亡。本局相关救灾单位到达现场以后，在火车的车头发现有一部机车，那后续在南向的40公尺的一个平交道旁边有发现伤者1名，头颅破裂，明显死亡，年约50岁。这桩车祸是发生伫咧昨暗暝7点的时，代替落南的区间车经过东正线达风抢头前的滨高岛，去弄到那像违规骑入去滨高岛的一台乌多摆。消防局伫咧附近的水沟已经发现到大约50岁骑车的民众不幸死亡，因着代替嘛赶紧启动处理，佮有派列车去接这帮区间车顶头上百位的旅客。另外，伫咧台铁高雄站，昨有一台新自强号的列车顶头是有食酒醉的旅客伫遐咧乌白大声嚷，造成困扰。列车长有赶紧报警察，嘛甲即个旅客请落车。因为高雄的天气嘛有酒醉的旅客落车了后，佮走去入即台列车，话要摕伊加落去的物件，讲也讲袂清楚，甚至强要甲司机怨气冤家。警方来座位边仔查问，煞来就将乘客请落车。10日下晡5点左右，代替一帮上北新自强号列车顶悬，一个50几岁的男性一直吵闹，袂其他乘客，列车长直接报警处理。经台铁高雄站务员主任表示，亦无法提供该名旅客搭乘其他班次服务，本分局严谨协助台铁公司人员将该名旅客带下车。原本要去新竹的乘客，因为酒后闹事影响行车，伫高雄站后代替改度运送客约请落车，但酒醉影响行车的案件唔拿一件。你先拿钱啊！这你的东西我不能开啦。司机催乘客纳钱，民众10日暗时坐高雄轻铁到树德家乡站的时阵，看到一个进前落车的酒醉乘客，坐客运车叫来要客落伫车顶的物件，煞无纳客运车费。遗失物为车上旅客捡到交给司机员。但是因为民众过于酒醉，无法回答一些基本资讯来证明是否为遗失物所有者，因此司机员请其先下车处理计程车车资。乘客讲袂出遗失物的信息，造成列车但会使停伫树德家乡站。司机请乘客落车，等进行了后，再以遗失物处理办法来领。加载停留的时间无久，但有暂时影响列车行驶。记者陈焕宇、柯正俊高雄报道。
台北到花莲的国道客运进前拢总有分做3间业者咧经营3条路线提供服务。不过，这几档坐车的人伤少，伫咧403大地动了后，考虑到苏花公路的安全，嘛已经停驶啊。即马公路局是要甲整合做一条路线，重新搁开放客运的业者来申请。 这是花莲火车站头前的客运转运站，4月初3地动了后，北华客运已经停驶，即马干那提供花莲地区的路线互民众坐。不过伫地动进前，其实北华线的旅客就无坐。载运量是怎么样？是没有很少。平均班次大概一般有多少人在坐？有时候都没有人啊，有时候1、2个这样。 4月初3大地动了后，北华客运停驶到即马，3间客运的营运许可对今年底到明年1月份就小到期。公路局整并3条路线，改做一条对邦桥、南港、国道5号到花莲的路线，不过目前无业者愿意继续经营。台铁有增购列车，还有那个近期的那个观光客比较少的状况下，目前火车的运能都足够，所以对我们客运的经营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公路总局强调讲，北华国道的客运路线申请到10月初3，评选进前无法度公布有倒一寡业者加入，不过会放零路线甲车帮。配合地方政府的要求，那有一些应该设置的站位之外，像那个行驶的班次啊，或者是行驶的一个天数有没有？目前除了假日之外，就是由业者这边自行去规划。民众是烦恼讲，若无业者愿意经营，北华线是毋是就无去啊？ 很可惜啦，花莲这么好的地方取消这个长途客运，然后游客就不方便来，真的对花莲是很大的损失。业者强调已经未砍低长期的亏损，监理所表示会继续甲业者沟通，来维持北华客运的路线。原来未来新路线的票价会按照新汇率方案来计算。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国联准会对2020年以来头一届要降利息，做一届就要降2倍。 联准会表示对控制通货膨胀有信心，而且佮按算年底进前会佮降2倍。学者就表示讲，这降利息会当减少对房市冲击。美国联准会4年来第一遍宣布调降利息，一遍就降2码，将基准利率走廊调做4.75%到5%。这是联准会自2020年3月以来，让4年过了第一遍降息，要来阻止劳动力市场放慢。 Our patient approach over the past year has paid dividends. Inflation is now much closer to our objective, and we have gained greater confidence that inflation is moving sustainably toward 2%. As inflation has declined and the labor market has cooled, the upside risks to inflation have diminished, and the downside risks to employment have increased. 除了新冠疫情期间的紧急降息以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前一遍降息2码，已经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阵。FOMC 伫会后发声明讲，现实就业加通膨目标的风险大致上是平行，也预估今年底会搁再降息2码，2025年年底会搁降4码。学者讲利率伫咧悬位伤久啊，并且对提升利息是毋是能控制通膨正怀疑。 The turn from high rates to now a trend of cutting rates is going to start to undo some of the collateral damage that the high rates have caused. And probably the most obvious place where that damage has been felt is in the housing market. 联准会这边降息的幅度是比分析师之前有一个也更加大。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讲，联准会积极启动降息的周期来稳定经济。联准会主席鲍尔也承认，降息是强国有力的方法，不过并不是对经济有偌担心。公司新闻李伟林、蒋建光编辑。 来看法国有一个查甫人10冬来拢会甲因某下药啊，互拢总72个青训查甫人来甲因某性侵。后来这个受害太太甲翁婿离婚了后，嘛有甲提告，坚持专案就要公开审判。不过这个太太当庭是去互被告的律师讲伊是共犯，佮暗示讲伊咧承认犯罪等等，互受害者讲根本就是受到第2届伤害。
讲的是酒鬼，佮讲是强犯的受害人吉塞尔·比利克。伊讲为踏入法院迄个时阵，就感受到去互人侮辱。被告律师的问话，互伊感觉伊家己才是有罪的迄个，甲伊强奸的迄阵查甫人才是受害人。这个律师马尔玛已经甲回释了，佮讲这是为着分别性侵的法律定义，甲媒体所讲的定义无共。吉塞尔已经伫8月离婚，坚持要互审判过程公开。法院外有几落千的支持者加成员。Lui demander si elle laisse la porte ouverte quand elle va aux toilettes, c'est le privilège de la défense. Lui poser la question est-ce qu'elle n'aurait pas de tendance exhibitionniste, c'est encore le privilège de la défense. On est dans un processus qui est un processus judiciaire et Gisèle Pellico fait face et en acceptant que ces audiences soient publiques, puisse voir comment un procès pour viol peut se dérouler. Et c'est l'examen presque méticuleux de sa sexualité, de sa vie intime, comme si on devait lui reprocher quelque chose sur ce terrain-là. Donc voilà, bien sûr que je comprends sa colère. Évidemment qu'on comprend sa colère. 吉塞尔前翁多米尼克进前伫法院承认为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的定期甲路由，互迄个时阵的家后吉塞尔好分去，所以伫失去意识的情况下，互人性侵。若是安尼，多米尼克佫通过网络联络72个查甫人，邀请因加入这场针对吉塞尔的暴行。伊佫坦白讲，家己是一个强暴犯，啊，毋过其他被告也是坚持吉塞尔迄个时阵是假困，连续互人定罪。相关的被告会互判处最高20年的徒刑。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上新的报告指出，到这世纪尾，全球的平均气温可能会比工业化进程更升高3度。报告也指出 ，AI 人工智慧是人类面对气候变迁上有希望的技术之一，会当赶紧来帮助发展中的国家来建立预测天气的模型。全世界最近常常发生温度高、强降雨的极端天气。世界气象组织一份上新的报告就警告，温室气体浓度已经达到创纪录，将会造成未来温度上升。若是世界各国政府阁无采取积极行动，到这个世纪结束，全世界平均温度恐惊会比工业化进程增加3度。Under current policies, there is a 2/3 likelihood of global warming of 3 degrees this century. Even at existing levels of warming,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ly destructive weather patterns, as witnessed by extreme heat and flooding we have seen in recent months. 资料显示，2024年前8个月拢是有史以来上热的天气，而且有80%的可能性，未来5年就会出现第一遍全世界平均温度增加1.5度，和极端天气发生的机会搁再增加。这份报告也提出解决的方法，用 AI 人工智慧加机器学习，就当彻底改变天气预测的方法。It offers a lot of potential possibilities to make weather modeling cheaper, faster, and ultimately more accessibl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 might not have the resources, the capacity, or the computational abilities right now to use what are now considered traditional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odels. 严格报告也警告讲，需要强国有力的全世界管理机构来确保 AI 加机器学习是为着全世界的利益伫咧服务。严格无论上新的技术搁在安怎进步，带来希望，或者依然是警告讲，即个拢抑阁无法度减轻气候变迁的影响。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修正案，要伫咧后个月上路。交通部嘛有预告，伫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部分修正草案内底，要增加规定，汽机车伫咧行人优先区内底是袂当甲人骑喇叭，车速嘛就要限制伫咧20公里以下，那超速上当会当罚3万6。因为伫咧台北市，其实是已经有几来个行人优先区，市府嘛表示，未来会按照法规搁来推行行人优先区。行人穿越线头前，另外加一块黄色引人注意，就是要提醒驾驶放慢速度，滑入去巷仔内底了后，限速20公里，配合坡浪型的人行道。伫转角的所在，行的面积变大，避免车越上行压到行人。这样应该感觉不错，因为它很宽，然后又是新的嘛，颜色很鲜，这样子很鲜艳，这样子很明显啦。那造型很特别。可能会特别让我留意一下，因为现在有路权的关系，我会特别看到那个字，会特别的谨慎这样子。这是台北市交通局当日试办的行人优先区，因为这个所在伫夜市附近，人甲车相克，巷仔又搁较矮，
经过地方甲交通局真侪卡的座谈，催生出特殊的坡浪型的人行道，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变作是行人优先区。把路型从原来的直的，它改成所谓歪歪曲曲。它最大的目的是能够降低车速，让车速在当它可能要转弯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幅度会大，所以它的车速会自然会降低。交通部配合10月份要上路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以及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部分修正草案，将让汽车甲慢车驶伫行人优先区，爱按照速限减速慢行，速限也爱伫20公里以下。那么让行人也会合法。在这个地方政府设置这个行人优先区的标示的范围之内，行人就是有优先的通行路权。那汽车行经这样子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不能够对行人任意的按鸣喇叭。交通部提醒讲，若车伫专区超速，一般超速上当罚2400块，严重的超速上当是罚3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甲教育部合作，要实施互学生囡仔逐班逐礼拜拢有通好啉2摆牛奶的政策。原在9月初1开学就要推行，不过到今已经过要3礼拜，是农业的实施。教育部表示，农业部是当咧评选，按算9月底就会赶紧来提供牛奶，而且卖甲目前欠的量拢总补回来。早起10点15的下课时间，新北7岁国小的学生有20分钟会当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这个学期开始实施逐班牛奶的政策，学校希望囡仔伫这个时间来去领牛奶甲啉了，因为全校2100的学生，敢若幼稚园的灶骹有冰箱。我想目前如果学校比较大型的，因为也缺乏冷藏设备，那避免说出现一些过期或腐败的状况，学校还是会选择以保酒乳为主。大型学校欠冰箱，校长讲未来应该会选择保求牛奶。学生啊，听讲以后逐礼拜会当啉2解牛奶，拢真期待。开心，很开心。那你会马上把它喝掉吗？会。有没有人不敢喝牛奶？没有，牛奶那么健康。教育部表示，目前农业部联聘共同供应契约已经开标，也当咧办理评选作业。等契约签了，就会赶紧提供学生牛奶。以开学日开始算，逐礼拜2解，预计9月底实施，也那9月份的量会补甲到。接下来有可能又送水果来啊，送些什么东西来啊？我觉得如果农业部真的要解决这方面问题，他干脆就是发券嘛。比如说你就用鲜奶券嘛，他可以自己到附近的超商啊或者什么去兑换啊，也不会有那个储存的问题。逐班有照班捌因为调度白户部分学校升慢车实施，逐班牛奶也恐惊因为歹保存变做逐班啉保求牛奶。全国总指出，就要搁讨论去制定较周全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面临着高龄化甲少子化欠工是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侪企业要请中高龄的员工。人力银行的调查嘛有发现到，请中高龄会当维持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今年伊嘛有颁奖予22间予中高龄搁再找到头路的企业。加酒正流量无到1分钟就把汉堡包好，放在餐盘顶予人客。50岁郭先生3年前因为疫情予公司辞遣，伫疫情过了，想要搁找头路，不过囝60几份的资料期拢无回应，一直是到人力银行给媒合了，才找到事业的第二春。有一些餐饮门市业，他可能一看到年龄，他可能就先对，所以那时候大概也是求职1个多月，大概也是寄了50-60封吧，对，其实都没有。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发现，正中高龄甲二度就业的劳动人，会当延续企业的竞争力。今年第一遍所举办的优先壮世代雇主奖评选活动，总共22间企业得奖。得奖的理由包括：伫找员工时阵无限年纪，提供教育训练、职务再设计、稳定就业的措施，也个企业文化宣导、青云强势。中高龄的朋友，他是处事圆融，非常的有经验，而且他在店面做一些促销的，跟顾客的相处是比较像朋友，所以他可以自然而然的去服务他的客户。因应中高龄他们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有一个叫训练拆解的一个方式，逐一的去培训他过检定，最后他整个工作站就会了。台湾明年将会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再加上少子化造成欠工。劳动部伫今年修法，只要劳雇双方协商，就让延后退休的年纪，无再强制65岁退休。
所以专家鼓励企业请中国人的人才，提升劳动参与率，营造友善职场，创造劳资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这个月28要伫咧市区的市政路、丰路来举办 F1 赛车的展演活动。为着安全，即马市府嘛伫咧加强稽查周边的建筑工地，清掉53块篷布甲广告扛棒。不过，就有民众发现到最近这工地外壁煞颠倒换做咧挂赛车展演的广告。来到台中市区的市政路，原本挂伫咧工地外口的广告，有一半以上拢已经拆掉啊。不过，算话就是市府主办的 F1 赛车风格展演的扛棒，民众质疑市府安尼是甲别人的广告拆掉，换做家己的。因为外在的因素影响到路人或行车的安全，就是要去修正这个法规，而不是你说我现在有别的理由可以做这件事情。对啊，那不然我们也可以啊，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就好啦。这个月28，阿周为一场国际风格赛车展演，要伫台中7期市政路内展开。市府是全力做准备，毋但出动高科技巡检车，要检测比赛场地。10月开始，也针对附近13笪建筑工地进行专案联合稽查，计共拆掉53块广告扛棒，理由是为着要维护安全甲市容。不过最近却互人发现挂 F1 赛车展演的广告，受批评有2种标准。只允许自己办赛车活动，不允许这个店家做广告。你假借所谓的工地安全这个理由，不准悬挂商业广告，却可以悬挂公益广告，本身就是一个双标。台中市都发局强调，这场展演有符合公益性活动的规定，所以请工地配合宣传，嘛符合台中市建筑物施工管制办法规定。不过无事先沟通，也是引起争议。记者台中报道。台湾头一个专门咧收集实物标本的所在，就是台北市文园蜡像馆，已经有100档的历史啊！即阵林试所就举办10天的文物特展，叫大家做伙来了解实物学家对收集到做出标本的过程。红砖仔头，敢若2层高的古厝，一定有100档的历史啊！这是1924年日本时代起的蜡像馆，嘛是台湾第一座收集实物标本的重要场馆。这标本馆啊，是日本时代1924年1924年成立了。啊，今年拄好100档。啊，这是咱台湾历史上久的迄个实物标本馆，嘛是台湾目前出典藏最多量的标本馆。纸房啊、叶啊、坎镜，整齐摆伫咧办公桌顶面，这满满的器材、册本，拢是蜡像馆。伫实物学家廖立根教授过身了后所保留落来文物，毋但是有保存教授在生的物件，现场阁有济对1924年保存到当的文物。蜡像馆举办为期10天的文物展览，招大小朋友斗阵来认捌。高日金老师一起带森林迄个台大森林系的老师。啊，伊较早伫阮遮做工课过，伊有留一寡咱遮的历史，所以咱伫迄个伊过身了后代有关一寡伊较早研究有关的代志。1924年蜡像馆创立时，内底总共有3万件的标本，如今林试所一定收集到50万件的实物标本。为着要增加更较侪实物标本，林试所嘛鼓励对实物标本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写 mail 甲标本馆，都有机会通甲研究员斗阵做研究。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桃园市拢总有26749个路边的停车格啊，按算上紧伫咧明年就要全部改做智慧开单收费的停车格啊，嘛要透过 APP， 互民众会当更较方便找到车位。这种影视辨识的车条啊，会当侦测深受停车甲车号，车一停好就开始算钱。一若地面感应器这种，只可能会当知影深受车停，无都知影车号，会个人工去开单。桃园伫咧推送路边智慧停车，即马智慧停车格有2380个，其中影视辨识的智慧停车条啊有274个，地面感应系统的2106个，相信明年全部拢会改做智慧停车。不过真侪人讲智慧停车格老大人较袂晓用。应该是一样价钱，但不是你要先去下载下去，但我也不会下载，我就知道可以停而已啊。应该是对年轻人比较方便吧，对那种中老年人，可能他们就对那个
智慧付款的话，比较没有那么方便。车主或是驾驶者，他没有结合行动支付，非常有可能因为没有单据这个智慧停车柱，因而忘记要去缴费。高雄就表示，全市总共有26749个路边停车架，收费停车架19709个，因人工开单会因为顺流的时间，收的停车费会较少。另外，民众若提单去超商纳钱，几乎每年要付超商3000万的代收费。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利用地磁可以做一个在线侦测，我们可以发布停车资讯在我们的官方 APP 上面，让民众可以轻松的找到停车位。高雄局表示，推送智慧开单，也可以当进一步让民众用 App 找车位。因若家长要去学校接送囡仔，先将车位共同使用的临时停车区这款特殊的车架，得到互人占用的问题，会当用智慧停车条啊顶头的影像辨识设备，加警政系统连线，结合科技执法，加强停车的管理。记者综合报道。逐年拢会透过舞台剧来关心人权议题剧团海岛演剧，这届是运用 AI 来做出台语的艋舺，或做天外飞鸟，希望用这个趣味的台湾故事，互民众会当更较了解，嘛会当做伙来学习台语。剧团海岛演剧逐年拢会推出人权议题的舞台剧，透过人权故事的改编，希望互民众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嘛毋望透过艺术了解政治受难者和家属旧年来的创伤。另外，为着要甲其他多元的台湾故事讲互大家听，今年海岛演剧创立新的 YouTube 频道“天外飞鸟”。我一个小小的丁狗，徛咧红街道顶野顶花，规年通治。虽然无啥物大功劳，不过我是真辛苦咧。哎喏，连一句感谢都无，实在是互我心寒呐！天外飞鸟主角是花花甲斑斑两只鸟对太空中的花巴离鸟星飞来到拿青的海洋岛所发生的代志。目前已经出2集，在讲台湾过年沉岛的故事。创办人林志远表示，当中要做10集，会有侪无共款的内容。台湾有魔神仔嘛？魔神仔的故事是啥物？还会讲咱这个日月潭的故事，也是讲咱迄个因果这个名地号名安怎来的吼？其实有足侪台湾有足侪故事会使讲的。林志远讲，因想要做自媒体已经想真久啊，因为有请到文化部台语资料化一寡帮助，剧团才通运用 AI 技术来做影片画面，配合台文和中文的字幕，希望互大人囡仔通做伙学台语。自媒体的物件吼，剧团是进前就已经有伫想讲要做，但是伫想讲要安怎做，来想讲其实若是用这种艋舺的物件，互囡仔看。主要是他和迄个家长陪囡仔做伙看，两个人其实因他做伙来学习这个台语。为着要推广台语，讲真深色的台湾故事，互民众了解，剧团讲因将毋望天外飞鸟会当久长经营落去，嘛表示未来若总有机会，嘛打算把这个艋舺改编做绘本。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描写日本幕府时代权谋斗争的影集《幕府将军》，最近是伫咧美国的第76届艾美奖摕到18奖项，也受到这部影集的影响，有不少外国游客拢去到日本来体验萨姆莱武术工作坊，这人数是比去年加了2倍。由日本的资深演员真田广之主演的《幕府将军》，在本届的艾美奖摕到剧情类最佳影集、最佳男女主角奖等18个奖，创历史纪录。这也是第一次赢到艾美奖剧情类最佳影集奖的非英语作品。这出历史的影集在美国风评袂歹，有愈来愈侪外国人亲身到日本体验更较正版的武术道精神。1, 2, 3, 4, 5. You can cut. 因穿和服，手提武术刀，在东京这个工作坊对口令学野刀的技巧。You feel the weight of a sword and how it would be to handle a sword and to hack at opponents. It does feel different now. Yeah. 除了感受扑草笑的爽快，会晓甲人对战的美感，安怎向对方表达感谢，在日本的文化当中也袂当落错。看到学员真认真咧学日本传统文化的源头，教练也真欢喜。
一、僕も真田広之さんのファンだと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からしてもものすごく嬉しいですよね。そういう方が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で日本のいわゆる古い文化が今につなが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要は元々のところを世界中の人が知る機会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は嬉しいですよね。东京这档工作坊业者是表示，因为无副将军来报名参加的人客比去年加1.5倍到2倍。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讲，无副将军所引发的效应甲回响，互真侪人料想未到，也反映出欣赏来接受台湾文化已经是普世价值。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全球正出名的电动公司日本的任天堂，今年10月要伫咧东车市起家所在京都来开一间博物馆。任天堂创业到今是已经有135档的历史，所有出名的产品嘛拢会直接来展出。这几个人排一列，手内摕着一档发射镭射光的遥控器，标准大荧幕顶头的目标是开关射击。这是任天堂博物馆所安排的体验设施之一。这几位拢是博物馆的员工。带头的是这部讲解影片的主讲人，也是任天堂现任的执行董事宫本茂。こちらではファミコンから Wii に至るまでさまざまなゲームをプレイできます。でもちょっと何か違いますよね。而且有展示各种超大型的遥控器，和耍的人甲因伫咧厝内房间无同款的电源感受。任天堂伫咧这2-3代人的印象内面，就是电源的代名词。これは任天堂が初めて作った家庭用のビデオゲーム機、テレビゲーム6と15です。ちょうど私が入社した1977年に発売されました。不过，若讲到任天堂这间100年老店的历史，是自一部电视加电脑晶片的时代就开始。創業は今から135年前の1889年です。初めは花札やカルタの製造が主な事業でした。それ以来任天堂はさまざまな遊びを生む玩具を作るようになり、それらがゲーム&ウォッチやファミコンへとつながってきました。其实任天堂也个做过影印机、囡仔耍的枪，甚至是阿耳仔车，也个各种踩伫咧桌顶耍的游戏。像这台真就是放垒球、发球机的机器，互耍的人甲厝内房间甲客厅变做打击练习场。部屋の中にあるいろんなものにボールが当たるといろんなリア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す。左右に打ち分けてみてください。任天堂伫咧明治维新的初期，由这卖京都市起家，并且伫附近地区设有制作工厂。其中这间伫咧京都府宇治市的这栋大楼，经过改造了，这卖将会开幕变做任天堂博物馆。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30度至35度，中部地区30度至34度，南部地区30度至34度，东部地区29度至34度。一个外岛地区28度至32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你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